哎，行了，今儿就到这儿吧。我呢，去解决一下房子的问题，要不然明天拆迁了，咱们那堆破烂扔在马路上，那就更吃亏了。好，走，我们陪你一起去，给你涨涨人气。哎，你以为玩微博呢，就把这粉丝都用上也没用？哎，我说啊，3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，何况咱3个不比那诸葛亮强多了。中！哎，我们3个一块儿去，跟他砍价，砍不下来，砍晕他。晕了，直接把钥匙拿过来。大哥，您这说着说着，就踏上打劫的道了。你是大哥，出了问题你负责。走。喂，是我们约好的，你没忘吧？没有。地址发给你了，怎么样？收到了吧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事儿千万别让小涛知道。知道，我比你还怕他知道呢。放心吧，你给我说的那个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，绝对安全。那就好。哎，我这儿还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办完结束了，我就过去找你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行了，这饭也吃了，酒也喝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看来吃人家的不仅手软，还脚软。才不是呢！我要不跟你说清楚，你不得纠缠到我家啊？何止缠到你家，是缠到你老。你请我吃饭，我请你喝冷饮，怎样？有阴谋。行啊，这都被你猜对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想让我取消求婚？走。不要！想我进一步吗？你很喜欢喝这个吗？对啊。那以后天天来喝？不要，就是因为是好东西，所以不能天天喝。为什么？好东西如果变得唾手可得，随时随地能拥有，就不是好东西了。这是什么理论？喜欢上一个好女孩，难道要把她送给别的男人，那个女孩才算好吗？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，可我真的觉得没必要说，只要听我说清楚就够了。说的好像很了解我似的，那你说说，我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无非想说，不要再跟你开玩笑了，不要再说娶你之类的话，我们不合适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。那你既然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是因为全部清楚了，所以才决定这么做。也许你觉得快了一些，但是我觉得感觉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。你一定有这样的感觉，你跟一个人相处很久了，还是没有熟悉的感觉，但是有些人和你相处了很短的时间，你却会有熟悉的感觉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见我第一面就很熟悉了？那倒也不至于，只是越熟悉越有感觉吧。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感觉啊？你算不算暗恋？不对，应该是明恋了，而且还是单方面的明恋。看到了吗？就是这样。什么？我是一个很少笑的人，也很少有事情能让我笑，更别说能让我觉得快乐的人。看来你这些年活得很辛苦啊。是不是很同情我？有点。那就对了，女人对男人第一感觉就是从同情开始。我对街上的阿猫阿狗也会同情啊。哦，别走啊，过来。
我好像听到雷小桃的声音了。你想前妻想疯了吧？哎，什么声音？保险丝要收断的声音。哎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这种时候你们拉着哥们儿太不够意思了。杨康，不是不让你去，啊，只是得先冷静3秒钟。我冷静？我凭什么冷静？我灭了他，杀无赦！杨康，冰水4号，冰水4号，不喝！皇上息怒啊！微臣有锦囊妙计。快说。看，他落泪了。那就赶快吃嘛。怎么不想吃啊？没胃口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也许刚才牛肉吃多了吧。那以后饭前来吃。你怎么不吃啊？省给你吃嘛。哎呦，说的真好听，小气死了，不会再买啊？只要你吃得下，我连这家店都可以给你买下来。那你怎么不把整个城市也买下来嘛？城市算什么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把整个土星买下来送给你。切！无功不受禄。这不是送给你的，是送给我未来的妻子。那我就更不能收了。你就是他呀，替我帮他提前试用。什么嘛，绕得我头都晕了。怎么，我送你的土星不好奇吗？不好奇，不要。我呸呀！来，喝水。什么东西？喝水啊，杨康，我们啊就看你的了啊！别冲动，记住我们的话啊！重点是那句话，一定要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，击中他要害。千万记住，敌怒我不怒啊！话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怎么做就是你的事了。不对，是我们俩的事。都说单恋很伤人，我真的不想伤你。那就跟着我喽。可是我又不想勉强我的心。你的心啊，迟早是属于我的。墨镜，对，好，这样才够帅。是，背身之，好，真帅，好，走。听过一首歌叫《冰淇淋的眼泪》吗？太听过了，那会儿罗小婵天天在我耳边唱，这歌还是她男朋友唱的呢。罗小婵是谁？她是我同学，也是我好朋友。她爸是一歌星，她老公也是一歌星，而且还是一超级巨星呢。是吗？怎么我没见过？在深圳呢。杨康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命运的巧合，是历史的必然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谈正事儿呢。谈正事儿，行，你们谈。谈啊！我们正在讨论谈婚论嫁的事情。啊！哎呀，你别火上浇油了，杨康，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们正在讨论谈婚论嫁的事情。帮主，淡定。杨康，停！男人说话，女人少插嘴。请对我的女朋友客气一点。请你离我的前妻远一点。既然是前妻了，那就放手吧。你不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有个词儿叫复婚。第一次过不下去，第二次也枉然。你放屁！杨康，喂！你想怎么样？放手。论拳头你不是我对手，论钱你更不是我对手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别打了，你就放手！怎么了？心疼了？请对他说话客气一点。我跟我媳妇儿说话关你屁事儿！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
选择吧 ，A 左脸 ，B 右脸 ，A、B 也可以一块儿打。不就是件西装吗？你至于吗？啊？你怎么还那么幼稚啊？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怎么分开没几天，曾经的纯真就变成幼稚了？你是退化了，人家往前走，你往后退，越长大越幼稚。是吗？感情您认识了成熟的有钱人，所以连这欣赏水平也开始跟着有钱人一起走。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我只说最后一句话，我跟他没关系。你跟他有关系，我也管不着啊。你谁让你是我前妻呢？哟，前妻同志，你那个有钱的成熟的现任男朋友现在来了，赶快五体投地，一跪3磕头的迎接吧。切！哎，好好帮我照顾前妻啊！杨康，你怎么净说反话呀？哎，还有我刚才教你那套，你怎么一步都没做啊？他不会是哭了吧？抱歉，你说什么抱歉啊？只要让你不开心了，我就觉得抱歉，不管是因为谁。不要认为我在强迫你，我是觉得我有足够的能力让你幸福。如果有一个男人能给你比我还多的幸福，我绝对不会缠着你。反之，谁也不能阻止我给你幸福，包括你。今天本来打算带你去我家的，现在看你的心情，还是算了。改天送你回家吧，好吗？妈，回来了，那么早？今天给我安排相亲。什么相亲？我要相亲。切，抽什么风啊？我要交女朋友，我现在就要交女朋友。疯了是吧？哎，你不是跟我说今天晚上要把小桃带回家吃饭的吗？我这不是忙着准备呢吗？吃饭？他做梦！妈，我告诉你，等一下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发微博，我要告诉全天下，我跟李小桃感情破裂，缘分已尽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好了好了，你说你那点事儿发到网上去，让别人看见多不好啊！哎，去去去，要的就让别人知道，我还要让全天下的网民通通知道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怎么了？你们俩又吵架了？以后再也不会吵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人从此被驱逐出我们杨家家谱。切，入过吗？行了行了，凡事啊都不要太冲动了。喏，给你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到家里来，妈跟他好好谈谈，听见没？谈什么谈？人家都有男朋友了，是个公子哥，快结婚了。真的？喂，什么情况？你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，你看，我都忘了，这就来啊。这什么人呢？一个个一点都不关心我。彤彤，多多啊！上帝，终于来了一个关心我的人。罗伊还没来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打电话也不接，等他来了，我要他好看。不舒服吗？我有点晕车，在前面停车吧。哎，
你经常晕车啊？没有啊。谢谢。你上车等我吧。没关系，我陪你。嘴脏了，擦一下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大概我的胃是中国胃，不太适合吃西餐。该不会是那家餐厅做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好些了吗？小桃。怎么了？刚才我们在西餐厅吃饭，我们是一起吃的，对吧？我知道。那我没事，你不可能有事。哎呀，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。还有，刚才我们在那个露天冷饮店的时候，平时特别喜欢吃，今天看了就是没胃口，可能我牛肉吃多了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都这么引导你了，你还不明白我说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就这样，你居然还敢结婚？莫名其妙，我不舒服跟结婚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行，我豁出去了啊！你在这个月生理周期正常吗？不可能啊！我别着急，慢慢想啊。算算日子，这个月来了吗？我上个月来过。这个月来过了没有？不是吧？还不接？我看他是不是想死啊？说不定在开车或者开会呢。哦，那也有可能在开会。他这个人呢，一开会就六亲不认。真有个性。哦，对了，咱们跟罗毅见面，你跟小桃说了吗？我哪敢告诉小桃啊？反正见了面，我就能自由一段时间了。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吧。你还真敢混！我这也是被逼无奈的呀。等我有了正式男朋友，我就立刻跟他结婚，这样我爸就不会再缠着我了。你可别啊！小桃的经验，你还没吸取够啊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这又结婚又离婚，过几天再复婚，这样轰轰烈烈的人生，多有激情啊！我服，以前服小桃，现在服你。待会儿我会让你更服我的。我什么我啊？这种事情迟早需要面对的。能不能不要去那里啊？过几天不就知道了？我害怕。这种事情啊，你越早知道，越有利于你。要不要给杨康打电话？不要。不要？那就进去吧。怎么，小桃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？打通了就是不接。哎呀，你说杨康气成这样，这人家气成什么样，这很难说呀。是啊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咱们呐是说谁都不好说。这事儿不能说，这夫妻的事儿，咱们大人说多了不好，点到为止就够。是啊，他们跟我们沟通好了，也不等于他们好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是这个理儿。他们小夫妻的事儿啊，就叫他们自己慢慢解决吧。啊，哎，
我找着工作了。啊？哎，找着啦？嗯，在哪儿干什么的？在商场的地下车库里头，保安。保安？你？哎呀，说是保安，其实就是停车收费。哦，哎，那倒还是挺轻松的。嗯，哎，给多少钱啊？800。哎呦，800也就。800怎么了？你就知足吧。你说我天天在家里待着，这一待一晃，1个月过去了，1分钱没有。我在那儿待着，起码每月800，起码够咱吃喝呀。也是啊。哎，你说杨康欠了银行那么多钱，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？我听说他的商店开始赚钱了。哎呦，你儿子的话10句能信8句吗？还赚钱了，真是。是啊，要是银行咱们有朋友的话，还能帮忙打听打听。是啊。哎，我也想出去找工作。啊？哦，怎么啦？哦，你都能找到工作，我就不能啊？你说，这也是啊。像你这岁数的，确实能找着工作。我觉得你出去找工作，我怕你受不了这个苦。切，反正啊，你儿子咱是指望不上了。咱们呢，只有自力更生了。不能那么想，对儿子一定要有信心啊！咱们家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奋勇向前，向前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。没事儿。这死老头真是的啊！你越活越年轻了是吧？罗毅，你是不是被绑架了你？一看罗毅从小就被你欺负惯了。嘿，这个当然你猜对了你，不过不算是欺负，捉弄，应该算捉弄。你对他这样，他还对你这么好？非常好。你说这难与怪哈，他的那些女朋友呢，对他是百依百顺，只动不敢往西的。可是呢，他对他们还是不怎么样。这男人嘛，就是喜欢征服。要不咱们把他给征服过来？我才没那力气呢。他是帅，我也确实喜欢帅哥，不过就是喜欢看一看而已，就跟喜欢明星似的，只可远观，不可近看。哟，这态度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呀。哪有啊？说，是不是对杨康旧情复燃了？不是旧情复燃，是从来都没有灭过，对吗？哪有？快告诉我，我保证不告诉小桃。他们都离婚了，告诉他也没关系吧？哦，My Lady Gaga， 你真的还喜欢杨康啊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听说他们俩离婚了，我这心里我就怎么办？打住，您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吧。一会儿杨康也来。啊？不是说30分钟吗？现在已经45分钟了。再等等，就1分钟。不是1分钟、2分钟的事情，就算你等到明天，那明天也得看。要不我帮你拿？我也许就是虚惊一场呢，是不是？行了，我去拿。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
自己看吧，自己走出来的路，必须要去面对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人都齐了，蛋表哥太拽了。人还没齐啊，害得我拼命赶。我先请你吃饭好吗？你想吃点什么？好，正好我气饿了。气？谁气你了？还能有谁啊？你们那个好姐妹呗。小小的屋檐挡不住雨点，情划过指尖，抽上了心间，飘落的黄叶暗示着秋天，曾经炙热的夏天又在昨天，转身的瞬间爱已经不见，和你的一切我只能怀念，再多的不舍都无法改变，曾经的信念那么遥远。暗的光线遮不住思念，灵魂的空缺用什么来填？蹉跎了岁月，苍老了容颜，为何差喂，喂，伯父，你谁啊？我罗毅啊。哦，小罗啊。是我。哎呀，好，你们在一起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没事，我看小子刚回来，怎么又不见了？没事，你们玩啊。嘿，喂，伯父。吃饱了，不过再点呢。哎，够了，再吃啊，非得把我吃成饭桶，这样小桃就更有理由不要我了。还惦记着呢？开什么玩笑，当然得惦记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和小桃离婚了，绝对不是因为什么感情破裂。那因为什么？是冲动。那你就直接冲动放弃，还有更好的等着你呢。算了吧，累了，一辈子就冲动这么一回，有更好的让给别人。小桃这个妖精啊，千万不能让她出去祸害别人。为了天下男人的幸福，就牺牲我一个吧。我去下洗手间。
回去。哎，彤彤，你放心，我没事。别想了，错过一次，大概就是永远了。知道，早就放弃了，没想到会出离婚这档子事。我一下子就……他们迟早会复婚的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想了。好了，去帮小桃好好劝劝他吧，希望他们快点复合。嗯，走。着玻璃窗，静静地想那些美好的过往，让电影反复播放。墙上的钟摆滴滴滴答，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我却还像孩子一样。怎么舍得去遗忘？那时的我，你怎么来了？的爱推开你，拒绝你的关怀，以为自己很洒脱，为何梦里你一直存在？现在的我才知道，那全部都是爱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。我没事了，你走吧。闭上眼睛，轻轻呼吸，空气里面充满思念你的气息。洛伊，满腹的思绪，谢谢你。如何表明？此刻我只想要。我应该谢谢你才对，谢谢你让我在你身边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明天的太阳还会照样升起。那就是我要的幸福。那时的我不懂得爱，推开你，拒绝你的关怀，以为自己很洒脱，为何梦里你一直存在？哎，桃儿，回来了。嗯。刚刚我给你打电话是罗毅接的，哎，刚才是罗毅送你回来的吧？哦。桃儿，是不是姓罗的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对我很好。那你这是？他车上有天窗，这天窗一开，吹得我眼睛难受。你是不是又见那混蛋小子去了？他是不是又来纠缠你了？啊！这混小子就是看不得我家桃好。桃儿，要不咱们搬家吧？啊！我想啊，把这房子卖了，咱们找你三姑去，在哪儿他不是待着？你想想，这小子3天2头来纠缠你，日子怎么过呀？再者说了，你迟早也得嫁人，开始新的生活啊！反正咱们这儿也没有亲戚，在哪儿他也不是待着。至于罗毅那小子，我想只要他心里有你，你们迟早会在一起的。爸，
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好吧。如果我们复婚，什么复婚？跟谁复婚？怎么跟小罗出去一天，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啊？复婚？如果他要对你好，他们家要对你好，你当初能离婚吗？他就忍心往这离婚书上签字吗？如果你对他真有感情，你能跟他离婚吗？别哭好吗？爸爸没有怪你的意思啊。你如果真对他有感情，当初何必跟他离婚呢？都过去了，咱们不理他，咱们不带他玩，好吗？啊！哎，桃啊，桃，听爸爸话，咱们不哭，好吧？你这一哭，爸爸心里也难受啊。桃，爸，对不起。说什么呢，傻丫头？都怪爸。如果咱们家条件再好点啊，爸爸再对你好点，你也不会这么急着把自己给嫁出去啊。爸。照你这么说，小桃现在在和一个有钱的男人交往。有钱算什么能耐？我杨康迟早也是有钱人。小桃不是喜欢有钱人的那种人。她如果要是喜欢有钱人的话，当初她也不会嫁给你了。肯定是那个混蛋死缠烂打。哇塞，你终于来了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的表哥罗毅，这位呢是我的未婚夫杨康。你们俩不认识吧？彤彤，他就是你表哥。是啊，你们认识啊？你说给我介绍你的未婚夫，别告诉我就是他。本来是。是啊，我是他未婚夫，怎么着？允许你勾引我前妻，不允许我跟你表妹交往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怎么着？我早就该打你这混蛋了。你以为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你就拽呀！识相的，就离我媳妇儿远点。小子，本来我对你还有歉意，现在没有了。杨康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错过了什么。错过也轮不到你。哎，多多，照顾好杨康。你别说话，这没你事儿。想找他做借口留在这儿。明天一大早给你爸打电话，否则我立刻送你回香港。这么凶。想自己做主，就正大光明去做。你是想独立，不是去犯罪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你想跟别人合租房子，不是问题。记得付房租，其他的我去跟你爸说。谢谢表哥。记着，不准再和杨康来往。我跟他本来就没什么来往。表哥，问你个问题行吗？问。你真的爱上小桃了？